人来羡慕阮是严福的男性，有一个美丽太太享受好人生。啥人了解伊来对阮总是冷冰冰，无感无情无温无爱一款的家庭。表明美满哪有啥路用？伊怨恨世界的男性，大家心肝冷。阮煞来变成被伊报复的对象，事事行行不敢反抗，对真尊重，为义为利为情为爱，家事不我用。吞声忍气，实在顾不着。看别人夫妻感情，相爱又相似，忍不住心内痛苦，强袂变怨恨。啥人像阮，为要得到伊的纯真心，假狂假戆假哭假笑，想着真可怜。真是难情，善变如